歡迎收睇doTERRA業務小知識。呢一個頻道應該係暫時唯一一個用廣東話講解業務嘅頻道。如果內容可以幫到大家，大家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按埋個小鈴鐺啦。Let's go！ 今日同大家分享下乜嘢係直銷。簡單嚟講呢，直銷係一種唔透過固定實體店或者係傳統批發零售嘅通路，而係由直銷商以面對面聚會嘅形式呢去展示產品，分享自己嘅自用經歷，而口碑相傳嘅行銷模式嚟嘅。從以上定義，大家可以睇到有幾個重點。第一，自己用好產品，或者協助夥伴用好啲產品係基本嘅要素，呢個係展開直銷事業嘅第一步。呢一步好重要，做得好嘅話，後面嘅路先會行得穩㗎。第二，由於以口碑相傳啦，正規直銷公司產品一般質量都會比普通零售產品呢係有高嘅品質，同埋或者係有特色嘅。例如doTERRA呢嘅精油就係有認證嘅100% 純正嘅精油，而清潔劑呢就係一啲無毒嘅清潔劑。第三呢，就係直銷商並非公司嘅員工，每一個直銷商呢，其實都係自己做老闆，做自己嘅生意。直銷商做嘅唔係doTERRA公司嘅生意，亦都唔係上線嘅生意，係自己嘅生意。第四呢，就係冇店鋪經營，透過主動嘅分享，自己本身就係一間流動店鋪，而複製努力令銷售網絡滲透社區。由於唔使開鋪啊，經營成本低，人人都可以開展呢個事業㗎。希望以上嘅資訊可以幫到大家啦。